生命入邊嘅點同線，賈伯斯點樣喺絕境之中翻身。1985年，對於30歲嘅賈伯斯嚟講，原本應該係人生高峰，但係佢竟然俾自己一手創立咗蘋果公司，公開炒咗鱷魚。嗰陣時佢哋就好似喺大家面前俾人搶走咗創造靈魂嘅身份咁。嗰次失敗唔單止係職業生涯嘅重創，仲係對佢自我價值嘅否定。佢曾經覺得好迷失，甚至睇過要離開矽谷。但係就喺呢段極度沮喪嘅黑暗時期，一個轉捩點嘅頓悟，佢嘅心入邊開始萌芽。賈伯斯後嚟明白到，雖然失去蘋果令佢痛不欲生，但其實呢件事係喺人生入邊最好嘅一件事，因為成功嗰種沉重感比重新出發嗰種輕盈感取代。佢唔再需要維持嗰個天才創辦人嘅完美形象，亦都唔再俾董事會嘅業績壓力困擾。呢份自由令佢揾翻創業者嘅初心，進入佢哋人生入邊最有創造力嘅階段。佢創立咗 Nest 公司，又投資咗皮克斯、Pixar， 仲喺嗰度揾到真愛。佢明白咗一個好深刻嘅道理，而家嘅挫折往往係為咗將來爆發，再重新洗牌。2005年，賈伯斯喺史丹福大學畢業典禮上面分享咗呢個出名嘅連結點滴 Connecting the Dots 理論。你唔可以預先連結咗點，只可以喺回望嘅時候先明白佢哋之間嘅關聯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呢啲點滴將來有一日會以某種方式連結埋一齊。佢舉咗一個經典例子，當年嚟退學之後，因為興趣去旁聽咗一堂書法課，當時睇落好似完全僱傭，但係10年之後，當喺設計第一部麥金塔電腦嘅時候，呢啲關於字體設計、空間比例嘅知識，全部都翻晒佢喺腦海入邊。如果當初嘅退學去聽嗰堂課，個人電腦可能就唔會有今日嘅靚嘅字體排版。呢次頓悟徹底改變咗賈伯斯對生命入邊負面事件嘅睇法，佢唔再驚失敗，反而學識咗相信自己嘅直覺同埋好奇心。呢種心態令佢之後可以翻去蘋果，創造咗 iPod、iPhone 同 iPad 呢啲改寫人類歷史嘅產品。生命入邊每一段路其實都唔係白行，就算係第4次浪費時間去追興趣，令人絕望佢被解雇，或者喺人嘅眼中嘅歧路，其實都係一粒粒散落嘅珍珠。我哋唔需要即刻理清楚成個全貌，只要有勇氣跟住自己內心行就得。當你過咗好多年再回頭望，你會好驚訝咁發現，命運早就用一條無形嘅線，將所有痛苦同學習串成咗最珍貴嘅項鏈。